夢想究竟係咩？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85、86、87、88。點啊？你哋未瞓醒啊？傳好啲啊嘛！下一個。I am what I am. 籃球隊嚇，唔講嘢啊！打籃球嚇，咩籃球隊啊嚇？同我挑機，你咩料啊？我場都咁踩啊！你咪買高場之地啊！我打死你啊！點解有啲人嘅夢想就係會俾人睇唔起？教練，可唔可以教我打波啊？我想入籃球隊啊！教你嘥氣啊你，走啦你！點解人哋得，我唔得啊？打波你幾高啊？俾你入我哋隊球隊啊，盞嘥晒我哋啲時間。點解？點解要睇唔起我？好啊，你話我睇唔起你啊嘛？得，跟住嚟。你能夠喺呢度同我射入去嘅話，咁我咪教你咯。唔通夢想離我嘅距離真係咁遠？世界究竟有冇公平？冇人可以決定自己嘅高矮肥瘦，但係我堅信人人生而平等。喺我心目中，你哋根本冇資格去評論每一個人。你哋可以睇唔起我，但係絕對唔可以睇唔起我嘅夢想。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。
快乐时，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。